2025立法會選舉論壇。歡迎嚟到2025立法會愛國者同心治港選舉論壇嘅現場。大家好，我係主持人陳子清。今日舉行嘅係功能界別旅遊界選舉論壇。除咗我哋候選人之外，現場仲有佢哋嘅支持者同埋呢一個界別嘅選民。不如大家先一齊講下大會嘅口號，投入選舉，共創未來3次，好唔好啊？我哋準備1、2、3。投入選舉，共創未來；投入選舉，共創未來；投入選舉，共創未來。今次我哋嘅論壇係分為4大環節，分別係個人及政綱介紹、必答環節、抽籤回答部分以及總結。所有嘅候選人發言時間都係均等，喺聽到叮一聲就會開始計時。當時間剩返30秒，就會聽到提示聲響。候選人必須一次過用盡該段嘅時間，用唔晒就會當係放棄。先介紹候選人。M1 江文慧，對外事務經理，冇申報政治聯繫。M2 馬日超，旅遊從業員、區議員，政治聯繫，報稱獨立候選人。第一個環節係個人及政綱介紹，候選人會有3分鐘介紹政綱，介紹完之後，佢嘅打氣團會有30秒打氣時間。依候選人編號次序順序發言，先請1號候選人介紹政綱，時間係3分鐘。大家好，我係江文慧。以前做運動員嘅時候，屋企人成日都問：你玩夠未啊？玩到傷晒。佢哋心痛，我成日都受傷，但係我係唔憤氣，想贏返一次。香港培養咗我嘅使命同責任就係代表香港喺國際賽場上贏。但係體育比賽就係你付出咗所有，都唔一定贏。巴黎奧運之後，我好認真咁反思乜嘢係真正嘅贏。真正嘅贏唔係自己贏，係要同大家一齊贏，同香港一齊贏。咁先至係可以最好咁樣延續體育精神。呢個都係我以後無論喺乜嘢崗位都要堅持服務香港嘅初心。希望大家可以俾機會我喺旅遊界度開始服務。我想將奧運冠軍想帶嚟嘅公眾影響力轉化為建設香港嘅力量，為業界發聲，合作共贏。我體育嘅背景結合旅遊，就同政府正在推廣加旅遊一樣，我可以成為嗰個加，結合旅遊業界嘅專業嘅經驗，加上拼搏堅持突破嘅力量，為旅遊業注入新嘅活力。而家我缺乏業界嘅經驗，但係我會用比賽落後嘅心態，努力傳承前輩嘅開拓同奮鬥。我會認真聆聽業界嘅意見，用新嘅視角協商同平衡業界嘅利益，凝聚力量，為旅遊業爭取更多嘅資源。我嘅政綱聚焦促進文體旅產業融入發展，構建國際航空及旅遊樞紐，塑造好客香港形象，向世界展示最好嘅香港。實現呢個願景需要政府嘅引導、業界嘅創新、學界嘅支持同埋社區嘅參與。我想成為各界溝通嘅橋梁，創造更加多嘅機會，發揮協同效應，尋找旅遊業可持續發展嘅新路徑，推動升級轉型。其實我同旅遊業一樣，都經歷緊轉型。作為旅遊界嘅候選人，我一定要懷住業界以客為本嘅真心，同埋對香港旅遊業嘅信念。我會繼續用運動員拼搏嘅精神，推動香港旅遊業發展，讓無處不旅遊成為現實，帶動經濟，普惠民生。多謝大家。跟住有請佢嘅打氣團打氣，你哋有30秒。為你發聲，為你發聲，旅業同心，旅業同心，微笑同行。
同行，支持 M1 江文慧，支持 M1 江文慧。繼續，我哋有請2號候選人介紹政綱，你有3分鐘。各位旅遊界嘅同仁，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平安。我係馬日超。我今次選舉論壇，我乜嘢資料都唔帶，我打算以我最真誠嘅心，以我嘅真知灼見，同各位旅遊業界嘅同仁去報告、去分享，同埋香港市民一齊去聽下我嘅對旅遊界嘅期望。咁呢，我呢就係從事咗旅遊界已經有27年啦。咁我97年我已經考到香港旅遊業議會嘅外遊領隊證啊。咁啊98年呢，我第一次帶團係一間中資嘅旅行社嗰度啊。咁啊當時呢就係98年嘅1月28號，所以個團號叫做 YD128 中山珠海3天團。由嗰陣時開始，我就同旅遊業結下咗一世嘅情緣。有份報章寫旅遊業係馬日超終身嘅職業，我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一定係。咁我呢，旅遊業原本係一個好輝煌嘅行業。喺我創業之初，我喺中資旅行社做到2004年，然後經歷咗4年嘅艱苦創業。喺2008年呢，我終於都攞到旅遊業牌照，加入旅遊業議會，成為旅遊業議會嘅正式會員啊！咁開始經營我獨立自主嘅旅遊業務。咁嗰陣時呢，就係除咗03年有沙士有少少棘之外呢，其實旅遊業呢係基本上係一帆風順，直至去到2019年有社會事件，然後2020年開始疫情，我哋開始走入咗陰霾。咁啊要好感謝前任2位議員，咁咧佢哋仲記唔記得帶領我哋成立咗旅遊業解困大聯盟，幫我哋爭取咗好多唔同嘅支持同埋補助，令到我哋順利咁走出陰霾啊！咁而家疫情過後啦，我哋旅遊業咧現在嘅階段咧，正處於一個由治及興嘅關鍵時刻。所以咧，需要咧有一位有豐富旅遊業經驗、有豐富從政經驗、德才兼備、誠實可靠嘅人嚟出任立法會議員。我懇請各位旅遊業嘅同仁支持旅遊人馬日超，我係 M2 號嘅馬日超，旅遊人馬日超啊！多謝大家。而家有請佢嘅打氣團打氣，時間係30秒。旅遊業要揀啱嘅人2號馬日超，旅遊業要揀旅遊人2號馬日超，旅遊業要揀香港人2號馬日超，領隊要揀馬日超，導遊要揀馬日超，立法會要揀馬日超，旅遊業馬日超馬日超，旅遊業馬日超，馬日超馬日超，馬日超，旅遊業馬日超，馬日超馬日超，旅遊業馬日超。時間夠，第一個環節完結，跟住落嚟係必答環節。喺開始之前，我再介紹一次2位候選人。M1 江文慧，對外事務經理，冇申報政治聯繫。M2 馬日超，旅遊從業員、區議員，政治聯繫，報稱獨立候選人。必答環節，我會問2位嘅候選人3條嘅問題，讀出問題之後，再請候選人編號由細至大回應。每一位候選人都需要就同一條問題作答。等2位候選人都答晒第1條問題之後，先至會再開始第2條問題嘅答問環節，編號就由大至細回應。到咗第3條問題，回答順序就會由編號細至大回應。第1條問題係：面對本港人口高齡化嘅情況，你有乜嘢具體嘅建議去推動銀髮經濟？
將挑戰轉化為發展嘅機遇，帶動香港嘅經濟發展呢？而家先請1號候選人，你有2分半鐘時間。香港連續10年都係全球最長壽嘅地方，咁我哋係好自豪。咁呢個係我哋特別係今年全運會，我哋有年紀最大嘅85歲嘅義工。一講起銀髮經濟，我聽到嘅係銀髮旅遊、醫療旅遊，同埋我讀大學嘅時候咧，都10年前喺讀咗一個關於係長壽中心點樣思考我哋嘅老齡化嘅新方法啦。就係關於我哋成日咧傳統都係覺得我哋係學習做嘢，跟住就係退休。但係而家喺發展中國家，我哋嘅平均壽命其實可以去到，唔係發展咗嘅國家可以去到100歲。咁我哋就要重新諗過，我哋點樣規劃我哋呢100年嘅話，一定想係到咗80、90歲、100歲都係跑跑跳跳可以去旅行。咁首先香港嘅話，我哋一定要更加注重無障礙嘅設施啦，等我哋可以一齊咁樣由一家大細都一齊去旅行啦。咁同埋就要將我哋嘅工作同埋學習都要重新諗下。如果我哋有好多嘅夢想，咁我哋唔介意讀咗書再去生小朋友，再翻去讀書，再去做嘢，再去照顧屋企人。咁樣嘅時候，我哋嘅就多咗好多機會去再重新去審視自己呢一生應該點樣規劃。咁都希望係多啲去旅行，咁又會多啲對業界有多啲嘅機會去發展更加多嘅旅遊目的地，同埋去貢獻經濟、普惠民生。多謝。跟住我哋有請2號候選人，你有2分半鐘時間。好，大家好，我係馬日超。咁咧喺我係做區議員嘅。咁喺社區裏邊咧，好多我哋嘅長者、老友記朋友咧，都好中意去旅行嘅。咁啊，我哋咧定期咧都會搞一啲旅行。咁每次咧都好多老人家捧場嘅喎，包括我哋嘅1日遊啦、2日遊啦，甚至乎有特色嘅，我哋去到大理啊、去到貴州等等咧，區裏邊嘅街坊都特別支持嘅。但係咧，旅遊嚟講咧，唔係個個長者咧都有咁嘅經濟能力嘅喎。所以喺我嘅政綱入邊咧，有一點咧就係爭取香港政府咧向長者派發旅遊券，等佢哋可以去幫襯我哋旅行社所組織嘅旅行團去外遊，喺香港旅遊。咁啊，從而促進咗我哋嘅生意，做大我哋嘅餅，我哋一齊做多啲生意。大家話係咪啊？係。好，咁啊，跟住落嚟就係第2條問題啦。喺人口政策方面，你會有啲咩具體嘅建議去鼓勵市民生育，從而改善現時生育率偏低嘅情況呢？而家先請2號候選人，你有2分半鐘時間。有呢個問題咧，我就要攞翻我個名牌出嚟。我頭先唔俾我帶個名牌，我個名牌點解做成咁咧？因為我兩夫婦，我哋有3個小朋友，大仔20歲，讀緊大學3年級啦，中間個女中4，仲有一個細嘅小朋友。咁喺生育小朋友嘅決策方面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我哋首先要考慮嘅問題咧，就唔係政府獎勵2萬蚊叫你生個小朋友喎。咁咧2萬蚊其實都係冇乜料到嘅。我覺得應該咧就獎勵10萬蚊。咁另外咧，生個小朋友最取決於乜嘢咧？我哋最緊要咧我哋嘅住房啊，我哋夠唔夠空間？然後生咗個小朋友之後咧，我哋講到底都係要有一個穩定嘅經濟。我哋兩夫婦或者其中一方都要有一個穩定嘅收入，有一個穩定嘅職業，咁我哋先至可以放心生我哋嘅小朋友。然後生到小朋友之後咧，我哋嘅教育咧，亦都需要去跟進，讀咩幼稚園啊，讀乜嘢小學，讀咩大學，其實都係我哋關心嘅問題。咁我有3個小朋友，我最明白呢一點㗎啦。咁政府咧，只要做好以上啲政策咧，咁呢個生育率一定會回升。最緊要一點咧，就係我哋做好旅遊界，助力經濟發展。
咁改善民生，咁生育率咧自然會節節上升，我哋香港越嚟越繁榮。大家話係咪啊？好，繼續我哋有請1號候選人，你有2分半鐘時間。咁關於改善生育嘅問題，我作為年青人喺我10個朋友入邊，我諗得2個想生小朋友，我就係其中一個想生嘅啦。因為我好中意小朋友，但係我知道想唔想生小朋友呢個係好個人嘅選擇，有好多嘅原因，大家都會唔想，無論係即係經濟上啊、責任上啊，因為係一個好大嘅責任，係一個對香港對我哋未來嘅社會嘅環境嘅信心啊，同埋對年青人以後嘅教育啊，呢啲好多嘢，所以我哋想專注喺想生小朋友嗰啲年青人度，希望俾多啲鼓勵嘅政策，多啲誘因或者多啲支持佢哋去做呢個咁偉大嘅決定，因為可以成為父母，好似馬生咁樣係一個好幸福嘅事啦。咁我好希望無論係企業上啊、政府上啊，可以帶頭產假可以放多幾日啊，或者呢個返工嘅安排可以更加 flexible 啊，等可以顧及平衡到家庭同埋工作上。咁我哋其實翻到去上一個問題，關於老齡化嘅問題，我哋呢個生育率低同我哋嘅健康或者我哋點樣規劃成嘅人生都要反思嘅。咁我哋希望大家都係咁健康，多啲去旅行，多啲去俾業界去令大家見到咁好嘅世界，咁好嘅香港。多謝。而家開始第3條問題，受全球氣温變化嘅影響，極端天氣情況越趨頻繁，你認為政府應該採取乜嘢措施嚟到增強本港應對極端天氣嘅能力呢？而家我哋先請1號候選人，你有2分半鐘時間。極端天氣對我哋一個香港咁國際化嘅城市同埋一個旅遊目的地嘅影響好大啦。我哋今年已經有前所未有咁多嘅颱風、咁多嘅黑雨，咁我哋已經好有超強部署，呢個我哋要繼續優化、繼續檢討、繼續跨部門做得更加好。同埋咧就係我哋要更加要有防災嘅準備啊，加強建設啊、基建嘅建設啊，同埋災害嘅預警。對旅客嚟講，如果有極端天氣，我哋會好擔心航空啊，或者就算簽證上面啊，或者酒店上面嘅安排，都好希望可以俾旅客有一個好清晰嘅指引同埋 support， 等佢哋返到自己嘅屋企都知道，哇！香港有極端天氣，但佢哋都照顧得我哋好好，好想喺冇極端天氣嘅時候都再嚟香港，再玩耐啲，再嚟多次香港。多謝大家。跟住我哋有請2號候選人，你有2分半鐘時間。好，大家好，我係馬日超。咁應對極端天氣方面咧，我覺得政府咧需要首先咧就係要提升佢嘅設備。我覺得要撥多啲，如果我入到立法會，我會撥多啲款俾天文台，等佢設備更加精良、更加精準咁樣可以預測到未來嘅極端天氣，可以幫助到我哋好多團隊嘅出發。咁另外咧超前部署咧，其實我都係贊成嘅。亦雖然咧有一次超前部署令到我幾個學生團出唔到發，但係我覺得呢個部署呢個政策咧係值得我哋去支持嘅。咁另外極端天氣方面咧，我哋要加快建設我哋嘅社區嘅建設，例如我哋嘅觀塘咧，我哋有秀雅道蓄洪池同埋海濱道蓄洪池，我哋都需要各區嘅蓄洪池咧，亦都需要加快去建設。乜嘢係蓄洪池咧？係當遇到百年一遇嘅暴雨嘅時候咧，我啲洪水咧可以有個地方去暫時去處置佢。咁另外咧就唔會導致周邊嘅地方出現水浸嘅情況，保障我哋市民嘅安全。咁另外仲有就係我選區議員嘅時候咧，我極力爭取政府對全港嘅道路尤其是有呢個水土流失嘅道路咧，去進行嗰個檢測嘅，因為水土流失咧
係會造成好嚴重嘅情況嘅。例如有人行下，或者有車行下因為個水土流失咗咧，會跌落去，構成危險嘅。所以政府咧都喺我哋觀塘區咧都做咗一次比較全面嘅檢測，用一啲建築界提供嘅儀器，咁另外就可以探測到嗰條路下邊到底有冇水土流失嘅情況。其實我哋嘅初心都係保障市民嘅安全。咁另外喺我哋旅遊業界方面咧，就係政府有呢個超前嘅部署咧，令到我哋咧嗰個對於出團或者係航空公司等等嗰個運作嘅安排咧，係有更加多時間去判斷。所以咧我好贊成政府有超前部署呢個政策嘅嚇。多謝大家。好啦，喺呢個時候呢，就係請兩隊打氣團為我哋嘅候選人打氣啦。咁每一個打氣團係會有30秒嘅時間，兩位候選人嘅打氣團打氣順序將會根據編號由大至細。咁所以我哋先請2號候選人嘅打氣團，你哋有30秒嘅時間。旅遊業同心，票投2號馬日超。2號馬日超。 2號馬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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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馬日超。馬日超當選。馬日超當選。馬日超當選。馬日超馬日超馬日超當選當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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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選。時間夠，跟住係1號候選人嘅打氣團，你哋有30秒。為你發聲，為你發聲，旅業同心，旅業同心，微笑同行，微笑同行，支持 M1 江文慧，支持 M1 江文慧，為你發聲，為你發聲，旅業同心，旅業同心，微笑同行，微笑同行，支持 M1 江文慧，支持 M1 江文慧。接住落嚟係第3個環節啦，就係抽籤回答部分。先再介紹一下我哋兩位嘅候選人。M1 江文慧，對外事務經理，冇申報政治聯繫。M2 馬日超，旅遊從業員、區議員，政治聯繫，報稱獨立候選人。第3個環節係抽籤回答部分，一陣間我會有 A、B 兩個信封，裏邊都會裝有2條唔同嘅問題。第一輪將會由2號候選人先揀其中一個信封回答裡面嘅問題，而餘下信封裡面嘅問題就會由1號候選人作答。去到第2輪就會輪到1號候選人先選擇信封。如此類推，呢一個環節總共係會有3輪，每一輪每一位候選人都會有2分半鐘嘅時間去回答問題嘅。咁第一輪會係由2號候選人先揀信封 B 1B B 好，2號候選人揀 B 信封。信封裏面嘅問題係：如果你當選，你會點樣由旅遊界嘅角度講好香港故事？你有2分半鐘時間。如果我當選，我會首先呢就係講好香港嘅故事呢，就要由我自己開始啦，因為我自己都係一位旅遊業監管局發出有效牌照嘅導遊員嚟嘅。咁啊，導遊呢接到香港嘅團友之後呢，香港嘅團友呢，嚟自世界各地嘅團友呢，開頭可能未咁認識香港，我哋就開始要講好國家故事，講好香港嘅故事。咁我會呢從香港一個咁好嘅社會治理、良政善治嘅制度開始講我哋嘅交通網絡幾咁優越，我哋嘅地鐵網絡幾咁優越，我哋嘅橋梁、隧道等等方面都係世界領先水平嘅道路網絡。然後再講一講我哋嘅房屋我哋香港有好完善嘅房屋政策
有公營房屋，即係住喺公屋嘅有85萬個單位，有12萬個咧係房協嘅公屋，即係有97萬個單位。咁啊居住咗280幾萬人喺公屋裏邊。咁啊另外咧仲有400幾500萬人咧係住喺私營樓宇。私營樓宇咧係有一啲包括有大型嘅屋苑啦，例如我哋今日嚟撐我嘅匯景花園業主委員會主席嘅匯景花園啦，有我選區入邊有啲大型屋苑嘅麗港城呢啲係大型屋苑。咁另外有居屋有單棟樓宇。咁我哋咧喺民政處嘅推動之下咧，我哋對於各個樓宇咧係採用咗呢個法團管理、業委會管理等等方面咧。咁另外我哋又會提供俾法團有呢個免費嘅法律諮詢等等咧。總之香港咧係非常之有好居住嘅城市，亦都係有眾多景點，由半個鐘頭之內咧，可以由一個繁華嘅城市去到一啲充滿生態嘅地方。我又有可以中意生態旅遊嘅，可以觀鳥，可以睇蝴蝶，可以睇呢個地質公園，呢啲全部我馬日超都有牌照，可以帶領呢啲團隊。時間夠。1號候選人即係要回答餘下喺 A 信封裏邊嘅問題。問題係政府喺去年年底發表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 2.0， 提出4大加旅遊方向，包括文化加旅遊、體育加旅遊、生態加旅遊以及盛事加旅遊。如果你當選，你會點樣去建議旅遊業界把握有關加旅遊嘅政策發展，創造更多嘅商機呢？你有2分半鐘時間。首先，我好希望成為第5個加旅遊，我就係嗰第5個。咁我好希望，我哋有4大發展方向，就係因為而家要適應我哋大家對旅遊嘅需求唔同啊，大家想要深度遊啊，包括政府最近發展嗰9個熱點旅遊地點，都係一啲我好多都冇去過、冇探索過，同埋我呢一刻我仲未有導遊牌，但係我好期待之後都考導遊牌，去帶領大家更多人去認識呢9個熱點旅遊，同埋唔止9個添，因為我哋而家有4個加旅遊啊嘛。我哋希望可以團結到所有香港人都去揾自己嘅熱點旅遊，都可以去介紹自己覺得有趣、自己覺得值得大家去發掘、去認識嘅香港。其實我覺得作為旅遊業嘅前輩同事，所有嘅業界嘅從業者，大家都係最有呢種發掘香港嘅美、世界嘅美嘅眼睛，去知道大家中意啲咩，都係想個旅客想我哋服務嘅人開心。只要我哋本住呢個初心去揾到更加多香港嘅美、世界嘅美，咁旅遊業一定會蓬勃發展，我哋就會有更加多嘅機會去創造更加多嘅價值，去吸引更加多嘅香港嘅旅客，無論係我哋自己香港人發現自己香港有幾咁靚之外，都知道旅行團我哋係有80%做 outbound 嘅，都係經濟好，大家又會去出多啲去旅行，咁對旅行社又有多啲嘅呢個生意啦。咁我自己嘅背景係體育啦，咁我對體育盛事所帶嚟嘅經濟效益係好有深刻嘅體會，因為一個比賽事嘅客人咧，比起普通客人會消費多30%，跟住又會比平時嘅普通旅客又會留多1.5到2倍，咁呢啲都係延長咗我哋嘅過夜嘅時間，旅客嘅過夜嘅時間，咁又會增加我哋嘅消費，又會對我哋嘅旅遊業有更加好嘅營商環境，去大家有多啲旅客，多啲人嚟鍾意香港。多謝大家。第2輪就將會由1號先揀選信封，有 A、B 2個信封。咁1號候選人，你會揀邊一個 A1，唔該。 1號候選人揀咗 A 信封，裡面嘅問題係
你認為香港同其他大灣區城市可以合作推出邊啲聯合旅遊產品嚟到吸引更多內地其他省市以至海外嘅旅客呢？你有2分半鐘時間。平衡時空之下，我而家應該打緊全運會呢個，所以全運會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契機，俾大家見到我哋大灣區可以點樣一齊搞賽事，點樣去好好利用我哋作為一個國際航空樞紐、旅遊樞紐、1小時大灣區發展呢啲，同埋包括跨境嘅單車比賽啊，呢啲全部都係體驗到我哋大灣區係有更加多嘅機會去發展我哋嘅旅遊路線啊，同埋去增加我哋嘅過夜客啊，吸引多啲旅客嚟，唔單止嚟內地嘅時候想佢哋停留喺香港，仲係想喺香港轉機嘅時候多留多幾日去發掘啊！我哋香港有幾咁好玩啊，有幾咁多熱點旅遊啊！咁我諗最重要嘅都係要強調我哋係一個國際嘅航空樞紐、旅遊樞紐，點樣去好好咁宣傳，俾世界見到香港係一個大家一定要唔可以錯過，一定要嚟香港，仲要唔止留而家嘅平均3.1萬，因為比起舊年同期係少咗0.1萬啦，所以我哋要更加要發掘更加多嘅熱點旅遊，更加多嘅深度旅遊嘅 package， 咁就要靠我哋業界去組織更加多嘅好有適合唔同嘅客群，好針對性嘅套票，去令大家嚟香港得嚟，又要大灣區嚟大灣區得嚟，總之留耐啲玩耐啲。多謝大家。2號候選人即係要回答餘下 B 信封嘅問題，裡面嘅問題係：現時訪港旅客以內地旅客為主，你認為政府同業界應該點樣去吸引更多長途旅客，例如歐美、中東等地方到訪香港，並且喺香港留更長嘅時間呢？你有2分半鐘時間。多謝主持人，我係 M2 號嘅馬日超。咁喺我嘅政綱入邊呢，有一樣提出嚟係受到古董汽車業界嘅支持，咁啊特登約咗我過去考察佢哋嘅古董車基地。咁我就於是乎我寫咗個政綱叫做香港國際古物古蹟古董車旅遊節。咁喺呢個節日入邊呢，嚟自世界各地嘅古董車都會喺我哋香港嘅一個古蹟嗰度出現，然後一齊喺香港嘅街道行走，去到我哋香港唔同嘅社區、唔同嘅街道，俾市民同埋遊客參觀。咁呢方面呢，一定會吸引到好多鍾意汽車，尤其是係鍾意古董車嘅世界各地嘅呢個高質素嘅客人。咁啊，隨住呢個節日嘅時間擺長啲，咁我哋入境嘅旅客咧就可以留長啲。咁啊，呢個咧係要聯動咁樣去做嘅。我喺政綱入邊，嚟自世界各地嘅旅客咧係需要以團體入境嘅，必須要經過我哋香港嘅持牌旅行社做呢個接待。然後咧，嚟自世界各地嘅遊客多咗啦，咁我哋嗰個酒店嘅入住量咧亦都會提升。咁我哋酒店嘅我哋香港嘅酒店咧，其實係非常之專業、非常之鋪嘅，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另外咧就嚟自世界各地嘅遊客多咗之後咧，我哋嘅航空公司、我哋嘅航空業亦都一樣係受惠。咁啊，現時咧有啲地方嘅航線咧仲有啲缺乏，我建議咧可以更加好咁利用第3條跑道去開放更加多嘅國際航線，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機場都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嚟自世界各地高端嘅遊客。咁呢個係我其中一個政綱。咁其實我嘅政綱咧係寫咗成差唔多3000字，逐條去執行咧，咁啊一定能夠重振我哋旅遊業嘅輝煌。多謝。好，
嚟到第3輪啦，咁會係由2號先揀順豐。3B。B 2號候選人係揀咗 B 順豐，裡面嘅問題係香港旅遊業缺乏年青人入行係一個長期嘅問題。你認為政府同埋業界應該點樣去改善行業嘅形象，以吸引年輕人投身行業呢？你有2分半鐘時間。當我哋嘅旅遊業而家進入一個，當我當選咗立法會議員之後呢，我會重振我哋嘅旅遊業啦。當然啦，要團結我哋業界一齊去做啦。咁今日嚟參加我助選團嘅，正正就係一班大學生，佢哋有啲都已經考緊領隊證，有啲已經考到領隊證。咁呢喺呢方面呢，我對青年人嘅培育，對青年人嘅培訓呢，由透過我自己嘅經驗呢，我會去指導佢哋，教導佢哋去融入旅遊業。當然啦，呢個只係我個人能夠做到嘅，我就係今日呢度10幾個大學生。咁另外我呢，如果要增加嗰個旅遊業嘅人才入境呢，必須要做大個餅。我正話要沿住我嘅政綱去做，我哋嘅餅越嚟越大，我哋先至有更加多嘅團去吸收更加多嘅青年人去入行。咁呢，要從中學或者係 VTC 咧，都需要開啟一啲相關旅遊業嘅培訓課程，等我哋嘅青年人呢係有旅遊業相關嘅課程去讀，然後再投身我哋嘅旅遊業。喺我公司唔可以講公司嚇，我一定會盡我嘅能力啦，去培育更加多好似我助選團入邊嗰啲大學生，將佢哋將來投入社會，貢獻我哋嘅旅遊業，重振旅遊業輝煌。多謝大家。1號候選人即係要回答餘下喺 A 順豐裏邊嘅問題。問題係疫情之後，越嚟越多人喜歡以自由行嘅方式旅遊，並且自行喺網上訂購機票以及酒店住宿。面對唔同旅遊平台嘅激烈競爭，你認為專注票務安排嘅中小型旅行社可以點樣應變？政府又應該點樣去支援業界升級轉型呢？你有2分半鐘時間。我都聽到業界嘅聲音，特別係中小企業嘅旅行社好困難，由1600幾間變咗1500幾間。個核心嘅痛點就係喺面對呢個中介淡化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再創造更加好嘅營商環境，揾到自己嘅定位，去做到呢個升級轉型。就好似我而家要面對呢個轉型一樣，但係其實我哋嘅初心或者我哋想中意做旅遊業嗰種熱誠一直都喺度。點樣去發掘更加多嘅深度遊同埋80%嘅都係 outbound 嘅 ticketing 啦。咁我哋點樣去吸引利用好我哋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一程多站大灣區呢啲我哋而家咁好嘅144小時免簽嘅政策點樣去吸引更加多香港人嚟旅客嚟香港，或者香港人出去旅遊，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其實係好多機會去做嘅發展更加多嘅產品，更加針對性嘅對唔同嘅客群嘅需要。咁呢個需要我哋嘅數位轉型啦，我喺政綱入邊都有提到呢個，同埋中小企嘅都好需要會計同埋法律嘅顧問嘅資助啦。呢個都我哋要好需要爭取得到更加多嘅支持，同埋最重要都係想吸引更加多年青人入行。其實可以開旅行社係一個，我覺得對於年青人嚟講係一個好吸引，可以發揮自己創造空間，可以去揾到自己係去追尋自己夢想，追尋自己中意嘅旅遊方面嘅發展。但係目前對於開旅行社嘅呢個門檻都好高。咁呢個我哋點樣去檢討同埋去反思嗰啲政策，去令更加多年青人或者所有香港人既然我哋都中意旅行啦，咁就投入旅遊業，為旅遊業作得更加多嘅貢獻。多謝。
嚟到最後一個環節就係總結嘅部分，介紹一次兩位候選人。M1 江文慧，對外事務經理，冇申報政治聯繫。M2 馬日超，旅遊從業員、區議員，政治聯繫，報稱獨立候選人。最後總結嘅部分，每一位候選人將會有1分鐘嘅時間，按編號大至細嘅輪流發言。先請2號候選人，你有1分鐘。大家平安，我係馬日超。喺琴日嘅傳媒開始炒作，話我係代表旅遊界，我係旅遊人，話我係炮灰。所以呢，我懇求我哋旅遊界嘅同仁，我哋係時候團結一致，喺12月7號踴躍出嚟投票，係旅遊界嘅選民，大家支持返我哋旅遊人，旅遊界支持旅遊人，支持 M2 號馬日超，多謝。1號候選人，你有1分鐘。大家好，祝大家身體健康，開開心心，身體平安。我都呢幾年，我一直都係叫大家多啲做運動，要身體健康，要小朋友去追夢，希望加入旅遊業。但係我最近我都好希望得到大家嘅好多謝大家嘅包容同埋鼓勵同埋支持。我知道我有好多嘢做得不足，但係我俾大家業界對旅遊業、對自己工作嗰份熱誠、嗰份由心出發，好感動，好對香港嘅未來、對大家對自己嘅可以做到嘅貢獻都好清晰。所以我希望同大家一齊為旅遊業、一齊為香港做更加多嘅貢獻。多謝。唔該晒功能界別旅遊界嘅2位候選人。佢哋分別係 M1 江文慧，對外事務經理，冇申報政治聯繫。M2 馬日超，旅遊從業員、區議員，政治聯繫，報稱獨立候選人。功能界別旅遊界嘅選舉論壇已經完成，大家記住12月7號踴躍投票，多謝大家嘅參與。